来这个清明的年假结束，本地学生今仔日应该拢会回到学校来上课，但是因为疫情佫亮起来，今仔日全台湾有超过100间的学校来停课，国小占上多。这嘛是去年这个疫情降落2级了后上大一波的停课。家长是真苦恼，讲着爱请假陪囡仔来做居家隔离，囡仔嘛真悲情。今年儿童节的礼物竟然就是居家隔离。小孩子跟他的好朋友约了要去做饼干，然后结果呢，就突然学校讯息来了，就说他班上有一个人确诊，他们就傻眼啊，哦，小朋友要居家隔离。那每个家长就很担心说，那我们大人呢？我们大人现在要干嘛？上课之前爱先来喷酒精，不过爸爸妈妈也未负反应，因为读国小1年的囡仔，儿童节的礼物是爱居家隔离。妈妈原本来上班，常常爱请假。就像我昨天上班，然后我就电话突然被通知说，你现在要居家隔离。我说那所以我现在是要赶快打包走人是吗？他就说对，从你现在接电话的这一刻起，你就要赶快请假回家陪小孩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家长要绑一个小孩，他的儿童节就这样没了。幼稚园没有毕业典礼，然后也没有那个上台表演，对，然后也没有校外教学，然后现在又要居家隔离，非常的悲伤。不要干嘛？清明年假回来学校，毋是甲课本掀开，是来做体检。因为有学生确诊，新竹县实行国小的老师和学生全部爱体检。实行国小停课到11号，另外阁有康桥小学和新科国中拢停到18号，爱度过一个上久长的春假。统计到目前为止，全台湾已经有超过200间学校停课，停课上侪是小学，这嘛是恢复2级以来上侪学校停课的数目。相关的防疫的措施上，甚至有些标准啊，我们就视疫情来做滚动上的一些讨论跟修正。敢会比照去年3级警戒发儿童家庭防疫补贴，教育部长潘文忠唔敢挂保证，拢讲一切会搁做调整。疫情甲生活拢无互乱，做老爸老母的嘛，干那唔望病毒会当赶紧退散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